下桥图片文章，各有世界框架，将根据文章的意思和卡语语法，讨取应该听入框架的出处、单线体。你们先来让你家咪呀，有一篇文章错么？真得出哦。不过，让错文章的事物很蛮紧张。我们呢，见招拆招，一题一题来解决。你们让题一项。阿咪上到站面讲，亲像嫌下饭。寡有啊，挑讲阿咪大路堵车排人。阿美的爸爸怕她在路上遇到坏人。这里的空格要填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看选项。第一个选项是爱娘子，第二个呢是袂娘子，第三个是无娘子，第四个是七娘子。这一题看起来要先了解选项的意思。选项一呢该怎么选？选项二会怎么样？选项三呢没发生什么事？选项四呢就怎么样？所以呢，你睇答案，应当爱讨的哈，即係讨日爱娘子。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嘛？那么我们第一题先暂放哦，先选一的答案。我们到最后可以整篇文章再来读一次。刷落来哦，七亲虔诚教练来训练阿咪。阿咪进步真紧，起来重量越来越重，虽然感觉真。阿美她进步得很快哦，她所举上来的重量也越来越重。虽然她觉得怎么样？那我们就要想到第二题的选项有哪一些啊？第一个心力，第二个实力，第三个柔力，第四个学力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应该要选哪一个？看起来应该是4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重量啊越来越重了，所以他会觉得有一点点吃力，而且呢有一点点辛苦，很辛苦。所以呢，我们姑且啊先选4的这个答案。接下来呢，不过贵娘车一个进步嘛，感觉给大啦，就是练得贵不行，3年7嘛，真想特太难，就是无生意错上，嘛想特平实，突拜阿咪特平实噶哈。7杯，怎么样？有人讲过。好，第3个空格出现咯。那我们先来看第3题的选项有哪一些？隔车、胸车、起折、母车。那我稍微做一点点解释哦。这4个选项有什么不一样？第一个隔车。就是我们早安没有这个说法，我们没有讲隔车哦，第二个胸车就是想到的意思，第三个起折，我们早安起折的意思是试穿衣服的意思哦。第四个母车，这个也是早安腔没有这样子的说法，母车哦。你睇应该会讨的是你个答案，你的答案。7杯上车有人讲过，